正文预览第一章，小果，今天下午咱们公司和盛宇公司组织了一个 party， 记得穿性感点哦。一向看我不顺眼的主管突然如和煦的春风般拍拍我的肩膀，好的，主管，我知道了。我看着他欣赏地看向我，鸡皮疙瘩落了一地。这是他铁树开花有桃花了。回到家里，我看着一柜子的牛仔裤、卫衣，咽了口唾沫，果断敲响邻家姐姐的门。青青姐，你有什么好看的裙子吗？能借我一条穿穿吗？她一把把我拽进去，打开她的衣柜，要什么样的？甜酷辣姐风、清纯风还是纯欲风？姐姐，我都能满足你。我们主管说，今天公司聚会要性感一点点的。刚说完，我感觉我的脸都有些烫。她揶揄地看向我，而后拿出一条黑色紧身裙。我看着裙子前面的深 V 开口，连忙摇头，这我可驾驭不来。她看了看我的胸，了然的点点头，而后拿出另一条小黑裙，是齐肩短裙。你皮肤白，正好黑色衬你肤色，而且是露肩的，很适合你。我接过裙子，谢谢青青姐，你先换上，我一会儿再给你化个妆，保证你一定是聚会上最漂亮的仔。她说着就让我换衣服。1个小时后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有些合不拢嘴，玫红色的嘴唇，淡红色的眼影，长长的睫毛，大大的眼睛，微卷的头发垂在肩膀上。青青姐，你好厉害，是你本来就好看啊，就是不知道打扮，以后等我有时间了，教教你怎么穿衣打扮。她激动地跟我说，好的，师傅在上，我花小果一定会好好学习。我对着她拜了拜。下午来到公司，主管看着我身上的大衣，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冷了下来。不是让你穿的性感点吗？你怎么裹了个大衣？主管，裙子穿在里面，我现在不好意思穿出来。我掀开大衣，露出里面的黑裙裙角。走吧，公司的车停在外面了。说我拉着我的手向外走，我看着车上的几位同事一个个西装革履，不由得往那方面想，主管不会要把我卖了吧？一行人来到包间门口，主管笑眯眯地看向我，而后一把将我的大衣拽下，牵着我走了进去。一道视线太过炽热，我忍不住看了过去。韩木泽，我吓得愣在原地。他今天一身浅灰色西装，金丝眼镜。韩总，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花小果，业务能力出众。主管一边说一边把我推了过去，我一个没站稳，朝旁边倒了下去。我害怕地闭上眼睛，一只炽热的手圈住我的腰，我就坐在韩木泽大腿上，看着他略带些调笑的眸子，果然业务能力出众。韩木泽开口，众人看向我的目光多了些鄙夷，我连忙起身，他却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坐在他旁边。今日我倒想看看你们公司这位花小果酒量如何。韩木泽一边说，一边将合同扣在桌子上。第2章，主管看向我，又看了看桌子上的那杯白酒，我心中泪流满面，这不就是让我来陪酒的吗？我一咬牙，端起酒杯，一口喝下，辛辣从嘴里一路流到胃里，像火烧的一般。不用想，我都知道自己的表情一定很狰狞。而后我眼前出现了韩木泽的脸，我这是在哪啊？是在做梦吗？我哭着掐着他的脸，韩木泽，我好想你啊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他有些意外，醉了？我没醉啊，我只是在做梦。你这几年只肯来梦里找我，大坏蛋！我哭着捶他的胸口。江毅，合同你负责签署，我先把人带走了。韩木泽一把抱起我，而后对着旁边的一个蘑菇说，傻瓜，你怎么跟路边的蘑菇说话？我又扯了扯他的脸，看着他近在咫尺的唇，我啊呜一口咬了上去。我要在梦里狠狠地欺负你。恍惚间，我被扔在一团棉花上，韩木泽一件一件把自己的西装脱下，我默默地爬起来，摸着他的喉结。韩木泽，这个梦好厉害，我竟然能摸到你的喉结，还有你的腹肌。他不说话，只是双眼微红地看着我，俯身我的嘴唇上啃舐，双手绕到背后，将我裙子的拉链拉下。还是这么小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。我撇嘴，推开他，看着自己的胸，我不小，我大着呢。好大。他一步一步向我靠近，大手托着我的脑袋，将我横放在床上。我笑嘻嘻地看着他。韩木泽，
我这可是第一次做春梦，我要在上面把你狠狠地欺负哭，而后我将他压在身下，一口咬住他的锁骨。这可是你先勾引我的。我失去意识之前，只听见了这么一句话：叮铃铃，闹铃响起。我摸着底下软软的床，这好像不是我的床。我困顿地睁开双眼，身上是白色的被子。醒了，清冷带着些许慵懒的声音响起。我惊愕地扭过头，出现在我梦里无数次的脸此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吓得一脚把它蹬下去，而后裹紧了被子。床单上露出了醒目的红色。想到昨天他签合同灌我酒，又想到那些为了谈生意被老板睡了的女人，我狠狠地瞪向韩木泽。你无耻！他就坐在地板上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我。我不甘示弱地瞪了回去，再看到他脖子上的几处淤青，还有锁骨和胸前处的红痕，我心虚地低下头。目前这情况好像是我睡了他，不是他睡了我。昨天我们公司和你们公司的可都看见了，是你先强吻的我。他拿出手机放在我面前，我看着图片里他横抱着我，我搂着他的脖子，两人的唇贴在一起，貌似是我在咬他的嘴角。周围的人一副吃了惊天大八卦的表情。我飞快地瞟了一眼韩木泽的唇角，貌似确实肿了，而后立马缩进被子里。那这次我们俩算是扯平了。不公平，这次是你睡的我，你还欠我一次。他眼色幽深地看向我，我钻出被子，看着他的脸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韩木泽吗？记忆中的他总是板着一张脸，任我怎么逗他，他都不肯笑。当年为什么走？你和何雅还在一起吗？我们两人同一时间出生。他看向我的眼神有些惊讶，我却扯不出丝毫的微笑。我大学时追了韩木泽3年，舍友说女孩子要矜持，可我遇见他，不想要矜持，不想要含蓄，我只想把我的喜欢种出一朵一朵的玫瑰，然后让他看到，从刚开始的疏离，到他默许我站在他身边叽叽喳喳地说最近发生的事，再到他第一次对我露出笑容。我以为我的玫瑰快要种出来了，何雅却出现了，只用了3秒钟，完成了我这3年来才办到的事。韩木泽靠在栏杆上，看着他笑，他还用手掐了掐他的脸，他只是温和的笑，并没有躲开。我的玫瑰有些枯萎，直到大学毕业那天，何雅在我准备告白的那晚亲了韩木泽，我才知道我的玫瑰只长出了刺，没有开出花，开出的只有一片鲜血淋漓。想到这，我有些黯然，看着还坐在地上的韩木泽，将被子扔到他头上。不许看，我要穿衣服。年少的喜欢喂了狗，如今我再也不会像以前的傻子一样，跟在他屁股后面，傻乎乎的以为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。等我穿好衣服后，却发现他已经把被子给扯了下来。我冷冷一笑，色狼。打开手机，只见主管给我发了一个赞的表情。我头一次萌生出有杀人不犯法的方法吗？这个女人竟然为了合同把我给卖了。我送你回家。她也穿好了衣服，灰色西装，金丝眼镜，只是刘海有些散乱，脖子上的红痕还若隐若现。我脑中只出现了4个字：斯文败类。还是败类中的败类。不用，我自己打车回家。我理了理头发，真是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一个学校的，3年过去了，他成了老总，我还是小职员，还被人给睡了，这都是命。你裙子破了。他的目光停在我的大腿上，我顺着他的目光看着裙子一角好大的裂口，我吸了吸气。昨夜还真是狗血的疯狂啊！那就麻烦韩总把我送回家了。我跟着他来到了停车场，看着停在眼前的黑色轿车，我使劲打开后面的车门，车门纹丝未动。坐前面。他冷冷地开口。我瞥了他一眼，不情不愿地坐到前面，瞥到他车钥匙上还挂着一个绿色的小苹果，我目光微顿，这好像是我送给他的那个。记得那天，我看着商店里的小苹果挂件，绿绿的，苹果的小眼睛萌萌的，我果断地买下来，塞到他手里。他转手就要还给我，我一蹦3尺远，还给我的话，你就是喜欢我。他立马攥紧小苹果塞到了口袋里。记得当时我的心情多多少少有些失落，没想到现在在这个车上又看见了这个挂件。你放心，今天的事我不会跟何雅说的。
今天的一切我都当没发生过，不会影响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的。我攥紧裙角，天知道，说出这一番话，我花了多大的力气。我没跟他在一起过。他板着脸，脸色微冷地看向我，我看见他亲你了。我小声地反驳，想当初，我连拉他的手都不敢，怕他一生气就再也不理我。何雅亲他的时候，他都没有生气，还是笑得淡淡的。是他亲的我，不是我亲的他。他握着方向盘的手骨节泛青，我一时愣在原地。这是新型渣男语录吗？他亲他，他可以推开啊？难道每个女人都亲他一口，他也不拒绝吗？那这次是我睡的你，跟你也没关系了。说话不经大脑就说了出去，还是有关系的，毕竟我也参与了一部分。他心情似乎有些变好的迹象，我一想到床上的那一抹红，就有些难过。第一次好像给了一个渣男，怎么办？10分钟后，我们来到了小区楼下，我正准备跟他挥手说再见，他却关上车门，站到我的旁边。怎么不请你的合作伙伴喝杯茶吗？昨天刚签的协议。他说得很正经，我却觉得他越发的不要脸。人都给你睡了，还喝什么茶？我声音有些大，周围好几个向我们看来。为了下次顺利合作，他笑着看向我，我抽抽嘴角。他的笑这些年变得还真廉价，整日笑吟吟的，我都有些想念以前那个清清冷冷的少年了。别笑了，太丑。我按下电梯，他跟在我后面走了进来，看着破了的裙子，我有些忧伤。昨天刚借的，今天就给穿坏了。他把手机放到我面前，扫一下二维码，我一会儿把钱给你发过去。我扭过头瞪着他，是我睡的你，不是你睡的我，要给钱也是我给你。好，你扫一下二维码，一会儿把钱发给我。他又补了一句，裙子是我撕坏的，我是想给你裙子钱。原来是我想歪了。我尴尬地拿出手机，扫了一下他的微信名片，然后点击添加。第3张，我一页很贵的，1314吧。他挑眉看着我，分期付款，1天1毛。我看着手机里的余额，有些难过。自从买了房，每个月还了房贷，我的工资就所剩无几，而后发过去0.1元。他收下后，我看着手机里弹出的1万元转账，有些错愕。1毛钱是1万块的10万分之一吧？他可真有钱。裙子钱。他把手机放回口袋，记得下次买个质量好的，别一撕就破。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我看着眼前这匹披着狼皮的狼，有些害怕。他这几年究竟经历了什么？飞似的离开电梯，我拿出钥匙，打开门，给他比了一个请的手势。他娴熟地脱下皮鞋，看了看门口的小恐龙拖鞋，又看了看我。这是我的拖鞋，买大了，懒得退了。我话一出口就有些懊恼，解释这么多干什么？他又不是我男朋友。他穿上拖鞋就往里走，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。我拿出冰箱里的绿茶，放在他面前，他眼神里带了些淡淡的笑意。我这才想起来，大学的时候他喜欢喝绿茶，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关于过去的舔狗记忆，如今复活后攻击我，我只得露出还算得体的微笑。早知道该拿矿泉水的。他打开手机，随意地点着。我肚子有些饿，你要吃方便面吗？我顺便给你煮一包。好啊。他穿着白衬衫坐在沙发上，一时间我有些恍惚，怎么这么像两口子之间的对话，里里外外都流露出诡异2字。这一次，我把面盛到碗里，而后端着自己的那碗放在餐桌上，而后看着他，你的那碗在厨房，自己去端。支付宝到账100元。我听见手机传来的金币声音，万分无奈地走到厨房，把他的那碗端出来，放在桌子上。他慢条斯理地走了过来，吃起碗里的泡面，一包2块5的泡面被他吃出了250一碗的架势。我呼噜呼噜的把面暴风吸入。现在吃饭怎么这样了？他似乎有些惊讶。我想起了以前跟他一起吃饭时，吃面不敢吃出声音的样子，瞥了一眼他。我爱怎么吃怎么吃，你管不着，挺可爱的。他一如当年我看着他的眼神看着我，我赶紧喝了一口汤，心在胸腔里砰砰的跳动。时隔多年，他怎么变了个人？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？要不要劝他去检查检查脑子？你在招租客？他突然抬起头问我。是啊，我想找个人帮我分担一些房贷，
不然的话，我每个月只能吃土了。吃完面后，我打开门，饭也吃了，茶也喝了。韩总，慢走不送。他起身，拿起西装，站在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向我。明天见。明天不是星期天，为什么要说明天见？我正想着，他人已经坐上了电梯，我只能捧着黑裙子去负荆请罪。青青姐，裙子破了，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他一把拿过裙子展开，看着裙摆处的口子，暧昧的看着我。小果，你昨天玩的可真刺激啊，不过裙子不用赔了，你请我吃顿大餐就好了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今天晚上我请你去咱们这最好的饭店吃饭。我拍拍胸膛，这1万块够我们俩吃一顿了。他兴奋地看着我，扔给我一条白色裙子，说好了，盛江饭店，哪怕我去里面坐着也是很开心的。我比了一个 OK。晚上我们俩站在金碧辉煌的饭店门口，有些激动。青青姐，我们进去吧。服务员把我们带到靠窗的一张桌子上，我看着外面的江景，还有灯火通明的林立高楼，发出惊叹，有钱可真好吧。请您点菜。服务员把菜单递给青青姐，2份牛排就好了。她指着菜单上的牛排，我一把拿过菜单，再来份西湖醋鱼、糖醋小排，还有开1瓶红酒，再来2份蔬菜沙拉，甜点就来2份布丁吧，1份芒果的，1份草莓的。青青姐，敞开吃，今天不差钱。我豪横地扎起头发，准备大吃特吃。不一会儿，菜都上来了。我学着电视剧里的人吃西餐的样子，举止优雅地切下1块牛排，放进嘴里，舒服地发出轻哼。不愧是 money 的味道。小果，快给我拍张照，好不容易来一次。他高兴地跟我说。我拿起手机对着他，镜头里却出现了2个人，何雅挽着韩木泽，离我们越来越近。我连忙按下快门键，然后低头。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昨天刚跟我睡过，今天又挽着别的女人的手，好死不死的，2人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旁边。青青姐，不好意思，我看见了不想看见的人。他扭头看向斜后方的2人，了然的点头。你前男友跟他的现女友对吧？小姐姐，我能加你个微信吗？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小哥哥走了过来，对着青青姐说。我高兴地看着他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机没带，你先加我朋友的吧，我回去让他把微信推给你。青青姐指了指我的手机，白衬衫小哥哥不好意思地揉揉脑袋，走了过来。小姐姐，能加下你的微信吗？韩木泽的眼神飘了过来，我无视他，甜甜地看向白衬衫小哥哥。好呀，我扫你，你长得可真好看，跟我的陈青姐姐很配哦。他闻言，脸颊红到耳尖。我有些羡慕地看向青青姐，小奶狗弟弟，我羡慕了。一身黑色西装突然站到我们旁边。花小果，昨天我的卖身费你还没给我。正在喝红酒的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今天电梯里我不是给了你1毛吗？说好的分期付款，急什么？再说了，你女朋友还在，你说出这种话，不怕伤了她的心？我倒要看看韩木泽这个大猪蹄子要怎么收场。何雅她不是我女朋友，我现在单身，有些事我只想说一次。他眸色微暗，何雅站在他背后，脸色有些苍白。你是不是单身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倒上红酒，烦请您离开，不要打扰我们吃饭。气氛有些尴尬，我头也有些晕。我看着青青姐，我先去结账，你慢慢吃。又给他指了指白衬衫小哥哥，挑了挑眉，让他们单独接触接触。走出饭店门口，晚风吹得我有些冷，一件西装披在我身上，依旧是淡淡的薄荷味。韩木泽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我虽然花了3年还没能忘掉你，可总会有忘的一天的。你总是说何雅不是你的女朋友，可是她亲你，你没有拒绝；她挽着你，你还是没有拒绝。我知道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这些不算什么，可我小心翼翼地靠近你的时候，我们就错过了，以后还是会错下去的。你喝醉了，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家。他拉着我的手走向一旁，我看见了愣在原地的何雅，我的心有些微凉。那何雅呢？我看着他，给他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花小果。
你花3年让我再也忘不掉你，我又花了3年想努力忘掉你，可我看见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我会告诉何雅，以后跟他保持界限。韩木泽抱起我，将我放在副驾驶，我坐在座位上，一直哭。我这3年总是能想起他，更能想起何雅亲他的那一瞬间。我像是不知方向的船，在自己构建的海洋里漫无目的的飘摇。他慢慢的停下车，擦去我眼角的泪。我父母在我小时候就总是争吵，他们想要离婚，但又不得不因为我捆在一起。他们看我的眼神带很复杂，我的优秀不会令他们高兴，我的叛逆又让他们把过错归结给对方。何雅跟我一样，她跟妈妈一起生活，我们都是冷血的人，不觉得这世上有无条件对别人好的人。那天他亲我，是为了让你离开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我跟他相识10几年，我们是相似的人，只能给对方当一面镜子，给不了对方幸福。我听着他一边说，一边把我抱起，耳边是他胸膛里心跳的砰砰声，我无力的垂手。第2天，我醒来，看着熟悉的房间，伸了个懒腰，走进卫生间洗漱。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我叼着牙刷跑过去开门，韩木泽正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外。你来干什么？还带着行李？我当着他的面刷起了牙。你不是在招租客吗？站在门口，娴熟地脱下皮鞋，穿上我的小恐龙拖鞋。1月1000，水电费另算。我伸出手指，好。他拿出手机，貌似在转账，支付宝到账12000元。我的手机发出声音，我狐疑地看向韩木泽，但也是打开了另一个卧室的门。这是你房间，我昨天说的都是真心的。他拉着我的手，我飞快地弹开。你昨天说什么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就只知道我们昨天在餐厅吵了一架，而后我去买单，剩下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他的脸色有些不好，我往后躲了躲。昨天不会我又把你睡了吧？可我没感觉啊。他一声不吭地拉着行李箱进了房间。新室友，你要吃什么？我去买早点，顺便帮你带一份。我对着屋里喊，跟以前一样。他回应，那就是小笼包和豆浆咯。我穿上拖鞋，真不错，有人跟我分享房贷了。呵呵，老板，来2笼小笼包，2杯豆浆，1杯少糖，1杯加糖。我冲着包子铺老板喊道，小果又和原来的那个男孩在一起了。我就说，你们俩配得很。老板笑嘻嘻的打包好递到我手上，我回以僵硬一笑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花小果，你把木泽还给我好不好？一身红色长裙的何雅站在我面前，与这个街道格格不入，我不能没有她。何雅脸上带着泪痕，我也不急，找了一张空桌子，把小笼包打开，插上豆浆的吸管，一个一个吃了起来。韩木泽喝豆浆喜欢加糖吗？我喝着豆浆，有些没味道，好像喝错了。何雅站在一旁不语。韩木泽有幽闭恐惧症，你知道吗？我咬下一口小笼包。韩木泽熬夜后，第2天会偏头疼，这些你都知道吗？我像看着一幅油画般看着他，他看向我的眼神带着惊讶。我站起身继续说，你不喜欢他，你只是把他当作和你同处黑暗中的一个陪伴，你不允许他将你一个人留在黑暗里，或者是你不愿意他寻找属于自己的光明。何雅早在以前就知道了我的存在。那天他亲韩木泽，目光看向的是我，一双手突然从背后抱住了我，搂得紧紧的，淡淡的薄荷香萦绕鼻尖。他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，对不起，我该再早一点找到你。第4章，我费力地挣脱他的怀抱。你都听到了，我知道你的那么多，可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我承认它是我过去的执念，可再过执着的人，得不到回应也是会冷却的。你喜欢史迪仔毛绒玩偶，喜欢看电影的时候喝奶茶，喜欢看天边的云，喜欢看落日的晚霞。他站在我面前，一字一句地说，最重要的是，你最喜欢的是我。我喜欢了3年的人，忘了3年都没忘掉的那个人，在包子铺前对我说着我最喜欢的一切。我的心有些止不住的跳动。他走上前，将我抱在怀里。现在我最喜欢的是花小果，一大早就给我塞了一把狗粮，包子我都吃不下去。一个客人嬉笑着对老板说，木泽，我不是我。何雅脸色苍白，她想拉住韩木泽的手，
被他给躲开。我拎着我的小笼包，旁若无人的走开。我先跟你说好，咱们现在就是房东跟租客的关系，你不要以为说喜欢我，我就会像以前一样。我把他的包子和豆浆塞到他手里。好，他跟在我后面，出声回应。我打开门，被眼前的一个超大号史迪仔玩偶惊呆了。我飞奔过去，搂在怀里。这是我一直想买的那个，但是太贵了，一直舍不得。我感动地看向韩木泽，忍住了跑过去狠狠亲他一番的冲动。看在你送我这么好的礼物的份上，你这个月的伙食我包了。一看钟表上的12点，我挠挠头，我去超市买排骨，给你做排骨吃。12，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他不容我拒绝，身子已经站在门外。韩木泽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你有幽闭恐惧症吗？我们俩并排走着，我看着他说不知道。他有些纳闷，因为那次电梯停电，你竟然抓住我的手，你知道吗？你从来都不肯主动拉着我的手的，你还说是我怕黑，不让我害怕。我想起那日，就有些想笑，然后我紧紧地拉着你的手，说我真的怕黑。他突然拉起了我的手，现在是我主动拉的，我从他手里抽出来，哼，现在我还不想让你拉呢。来到超市，我买了排骨，还有牛排、意大利面，一些酱汁。韩木泽却拿过一扎饮料，上面标满了英文，还得是你啊，饮料都喝我看不懂的。他微微一笑，默不作声。你好，我们现在有试吃活动，奶油慕斯蛋糕，买1送1，新鲜出炉的哦。售货员微笑地看着我，我赶紧拿起一块海盐味的放到韩木泽手上，自己又拿了一块芒果味的，吃不吃白不吃，芒果味的真的好好吃。我又拿起一块海盐味的，入口即化，真的爱了。那2盒海盐味的，一盒芒果味的，一盒草莓味的，回去给青青姐吃一盒。小姐姐，你对男朋友可真好。我佯装没听见，往前走。哎，小姐姐，我们这脆皮香肠刚出锅的，来看看啊。一个大婶连忙把我喊了过去，递给我一大块香肠。我接过香肠，递到韩木泽嘴边，他张开嘴，把香肠吃了进去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我咽了口水，很好吃。他冲我点点头。老板，来2根，包起来。我冲着老板说，老板，给他也吃一口。韩木泽语气有些僵硬地看着大婶，我吓得愣在原地。这是在超市，不是在公司，他怎么这么理直气壮？好嘞，好嘞。大婶又递过来一块，我松了口气。他伸到我面前，我啊呜一口吃了进去，真的好香哦。老板，我们会经常来买的。13，小2口真爱，下次来，我给你们便宜啊。大婶递过2大根香肠，下次有好吃的，自己先吃。他推过购物车，往前走。别啊，前面还有酸奶试吃，我不是怕你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要吗？我连忙跟上他。结完账后，我看着外国饮料后面长长的数字，捂着心口，狠狠地看了他一眼。这饮料我不喝，你回去把钱转给我。好，知道了。他拎着一大袋吃的，走在路上，我看着他的手指微微泛白，连忙接过一个袋子，不重的。他笑着跟我说，我愿意提，又不是心疼你。这话一说出来，颇有些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。我噤声，走在一旁。回到家，我开始准备晚饭。韩木则抱着史迪仔大玩偶，这个放到哪？放进我床上就好了。我指了指我的房间，排骨洗到一半，我才突然想起，貌似我床头柜上还摆着他的照片。我飞似的冲进房间，他正坐在我床上，手上拿着那张照片。我老脸一红，那是我在教室里偷拍的，那个角度正好错位拍出来，他亲在我的脸上。我连忙上去把照片拿过来。你干嘛乱翻别人东西？早知道不该让你进来的。努力地稳住呼吸，不让自己看起来太过异常。对不起，以后不会了。他笑眼盈盈地看着我，出来帮忙，不能只吃饭不干活的。我把照片随意放到一旁，现在脸面对我来说如梦似幻，可有可无。2个小时后，我看着桌子上琳琅满目的饭菜，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那个脆皮香肠牛排意大利面，你快尝尝，还有我的炖排骨。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，不愧是我，就是好吃。我马上进行了光盘行动。韩木则突然起身，拿过今天买的饮料，倒在我杯子里。
这个是芒果味儿的，很好喝，你尝尝，正好有些渴。我闻着杯子里浓浓的芒果味，一口喝了个干净。他笑着看着我，怎么样，芒果酒好喝吗？14，好喝，再来一杯，这饮料可真上头。他又给我倒满，我咕咚咕咚一干而净。我吃饱了，先回房间了。韩木泽说着就回了他的房间。我撇撇嘴，韩木泽，你又丢下我，休想得逞。我进去他的房间时，他只剩下一条裤子。我看着他胸前腹上的肌肉，忍不住上前摸了摸。韩木泽，你的肉硬邦邦的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他一步步退到床上，我顺着坐在他腿上。他指着自己的喉结，这里有糖，小果想吃吗？我一口咬在上面。他发出闷哼声，骗人，韩木泽骗人鬼。而后我趴在他身上咬他的脖子。第二天，我看着光溜溜的自己，还有已经穿好衣服的韩木泽，深感悲伤。韩总，上班啊？我冷笑着看着他。是啊，韩夫人，我已经做好早饭了，记得起来吃饭。他说完关上门。餐桌上，我看着他，你故意灌我酒，是不是？他却看着手机。紧接着电话铃声响起。花小果最爱韩木泽，很爱很爱，超级爱。我石化在原地，这是我的声音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他竟然还录了下来。我9点到公司，你先把文件带上。他挂掉电话。昨天晚上刚换的铃声，快吃吧，待会儿送你去公司。他又点开给我听了一遍，我脚趾尴尬的能扣除31听一位。不要，我自己坐公交去。开玩笑，要是让我们公司的人看见了，我不成了那种靠着出卖色相上位的人吗？半个小时后，我坐在他车上，偷偷的看向周围，好像没人，赶紧打开车门，走进公司。手机突然响起，是陌生的号码。喂，你是？我是何雅，我在天台等你。说完挂断了电话。我抬头看向公司楼的顶层，然后跑了上去，顺便拨打了119。何雅这个女人，我实在是很害怕。而后我打给韩木泽。来到天台，何雅正坐在台沿上。我有些害怕地走过去。你找我干嘛？你离开木泽好不好？我真的不能没有他，求你了，我把钱都给你。他的头发被风吹得四散，面色苍白。15，你下来，我就离开他。权宜之计就是先稳住他。我真的有些心累，我有些脚麻，你能过来扶我吗？他看着我，我这才注意到他手腕上都是血。我慢慢地走过去，朝他伸出手。楼虽然只有3层，但是摔下去也有很大可能挂掉的。小果，韩木泽出现在天台上。我叹一口气，他也怪可怜的。我要是有这么一个朋友，活这么大都实属不易。木泽，他同意离开你了，我们2个跟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只有我们2个。哭腔中带着请求。小雅，你这样做没意义的。韩木泽慢慢地向我走来。何雅突然把我往后拽，我半个身子都卡在了台沿外，失重和眩晕朝我袭来。长这么大，我第一次觉得死亡离我如此近，我的命就捏在何雅手里。是不是没有她，你就不会这样了？何雅捏着我的手臂晃了晃，我紧闭着眼，不敢看周围的一切。你放下他，我们依旧是最好的朋友，求你了。韩木泽的声音混合着风声传进我的耳朵，我有些脱力。你和我爸一样，都抛弃我，凭什么你要追求自己的幸福？何雅猛地将我的身子按下，我感觉身体没有了支撑，身子向后仰去，一个怀抱突然裹住了我，砰的一声撞在一个气垫上，而后滚了下去。我的心猛地震颤了一下，睁开眼睛，韩木泽也正看着我。我搂着他的脖子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我差一点又要失去你了，你哪里疼？我们去医院。我看着他的胳膊无力地垂在一侧，是不是胳膊断了？看着韩木泽被救护车拉走，我的腿还有些软。我扶着梯子一步一步走上天台，何雅正站在那里。我强忍心中的怒气，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。你个疯女人！天台有监控，我看在你是他朋友的份上放你一马。要是你再敢这样，故意杀人罪，我正当防卫可是法律允许的，你倒是试试，我敢不敢弄死你？他蹲下，脸埋在臂弯中，呜呜的哭泣。我上前蹲下去，可怜的自私鬼，你陪在他身边那么久，不还是只顾自己？你爱的既然只有你自己，
那就滚远一点活着。16第5章，我起身下楼，喊来一辆出租车，去了韩木泽在的医院，看着他被石膏包起来的左胳膊和左腿，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买，还有我一会儿回家把换洗衣物给你拿过来。好，路上慢点。他摸着自己的石膏，无奈地笑了笑。我走在路上，拨了个电话，妈，你女婿为了救我受伤住院了，我现在回家给他熬鸡汤，你和我爸帮我去医院照顾他一下。好好好，地址还有女婿照片给我发过来。我妈在那头兴奋地说，我买了只乌鸡，还有2个猪蹄，放在火上炖着，然后开始收拾他的换洗衣物，打开他的行李箱，除了衣服，竟是些我以前送他的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。我一件一件摆到桌子上，而后把我的衣服也装进行李箱，坐着出租车来到医院。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我妈正喂他水果，我爸正在旁边削苹果皮，长这么大我都没这种待遇。小果，你来了。韩木泽像看见救星一般看着我，我连忙把我爸给挤开，端出我的保温桶，我炖了乌鸡猪蹄汤，你快喝，是不是太烫了？我给你吹吹。我用勺子舀起一勺，放在嘴边吹了吹，然后伸到他嘴边，快喝，有营养的。小韩啊，你跟小果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阿姨正好没事儿，能帮你们带孩子。我妈高兴地看着韩木泽，等我能下地走路了，我就娶小果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，结婚后我的所有财产都加上小果的名字，也不会欺负他。韩木泽一口气说了一大串，我爸妈愣在原地。等结婚后，叔叔阿姨可以跟我们一起住，我在这有好几套房产，叔叔阿姨可以随便挑着住。韩木泽这波操作属实闪瞎我的狗眼，我爸妈笑得已经看不见眼睛。不用，你们小两口开心就好。你是不知道，小果上大学的时候追了个男孩3年都没追到手，幸亏是没追到，要不还遇不见你这么好的人呢。我眨了眨眼，望向别处。韩木泽开口，是啊，是他太傻了，不懂得抓紧眼前人。17小果，你还能联系到那男孩吗？等你们结婚的时候，把他喊来参加婚礼，让他看看我们家果果遇见了更好的。我妈解气地说。我眨眨眼，好啊，婚礼那天他肯定得来。韩木泽的笑突然变得有些勉强，我看着外面有些暗的天色，把钥匙递给我妈，妈，你和爸先回家吧，我在这照顾他。我看着他脸色有些不对劲，怎么了？想上厕所吗？小果，我可以让助理来帮我的。他把我的手放在他手心，你今天还没吃饭吧？我装作没听见，把他的一条腿搬下来，然后推来轮椅把他放了上去。看着眼前男厕所的标志，我眼一闭心一横地走了进去。你一只手能脱裤子吗？要不要我帮你？我扶着他的腰，站在厕所隔间里，你先挪过去吧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他的声音有些僵硬，我看着他红透了的耳尖，好吧，你脱吧，我不看你，你还是在外面等我吧。他僵持着没有动作，睡都睡过了，你害羞什么？我闭着眼把他的裤子脱下来，开始吧。我没看哦。回到病房后，他死活不肯喝水，我看着他有些干裂的嘴唇，喝下一口水，亲在他嘴上，把水喂了进去。韩木泽，我们是家人，你不要怕麻烦我，好不好？我把吸管递了过去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迟来了3年的告白，现在貌似也不迟。那个我以为眼里没我的少年，其实心里早已为我留下一席之地。我很开心。他掀开自己的被子，你睡吧，我看着你。我摇了摇头，看着他略有些失望的眼神，我把另一张床推了过来，这样也算我陪着你了。我今天确实很困，上厕所的话记得叫醒我哦。然后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我是被人吵醒的。我看着眼前的何雅，连忙起身穿鞋，挡在韩木泽身前。小果，我能单独跟木泽说几句话吗？我马上要去国外了。何雅脸上少了以往的戾气，我默默地关上门。他们不会来个告别吻吧？又或者何雅想要跟韩木泽同归于尽？我蹲在医院的地上，来回画着圈圈。5分钟后，门打开，
我蹲在地上看着出来的何雅。18，小果，我能加你的微信吗？我的朋友不多，你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想我去了国外，能给你寄一些东西。何雅柔柔地跟我说，我这才想起前几天对她说的狠话，不嫌弃，不嫌弃。然后拿出手机添加她的联系方式。她突然抱住了我，谢谢你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是可以无条件的付出的，我也会学习去爱别人的。再见，小果。她慢慢的松开我，而后留给我一个背影。我大声的喊道，何雅，你很漂亮，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，一定会有人像我对韩木泽那样对你的。她扭头灿烂一笑，对我挥了挥手。何雅对你说了什么？我看着满面笑容的韩木泽，他说我也就是靠着这张脸才会把你骗到手。他还说很嫉妒我，还说他长得也不差，也能找到一个既帅又专情的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摸着自己的脸，涂你冰山脸就对别人笑，对我板着脸。想起以前我跟个猴子一样逗他笑，他愣是一个表情都没有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我每次都趁你不注意偷偷的笑的，我还以为你喜欢我冰山脸的模样，每次都差点忍出内伤。阳光洒在他脸上，一如3年前的夏天，那个男孩第一次忍不住对我笑。我记了好些年，从今以后我只对你笑，好不好？他把我圈在怀里，你是年少的欢喜。我趴在他耳边，你反着念，喜欢的少年是你。树叶窸窸窣窣，夏蝉嗡嗡作响。我的男孩对我说，年少与年老皆是你。韩木泽。我看着他，他低头看着我。结婚后，你是不是得把工资卡给我？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要抓住他的钱包。那我还有零花钱吗？他捏捏我的鼻子，当然有啊，一个月600块，怎么样？够买零食了，会不会太少了？那些饮料都不止500块呢。他捏着我的手指头，你还想灌醉我？一想起他骗我喝酒，我就想拍拍他的脑袋。对啊，不灌醉你，你都不主动说爱我的。他有些委屈地说，韩木泽，你现在变得好肉麻哦。我用小指勾住他的小指，花小果爱韩木泽100年，拉钩上吊100年，不许变，谁变谁是小乌龟。而后大拇指盖章，表示诺言。现在开始查看下一章，全部收起。